红了嘛，人家红路进不在啊，那现在晚上那个人家红啊，热闹不？啥的都天真够。晚上有摆夜市了是吧？摆什么？摆就是夜市，他还摆那个吃了，还有什么衣服？有，一大堆的。他们就是想去。地中干啥的呢？听到地给中很高的，去地检查。一天嘛，慢慢走的，弄了老古的。给这波亚东家在警察巴里被他跳了。你姐姐就办了。ตอนนี้อยู่โลมิเต็ดใจจะอยู่นิวยอร์กก็ได้ใจสิต่อไปเดียว你要红到做被被逮钱了，被困美云南了。Zito 可能咯。这多。Zito 呢？我那边的呢，耍对耍梦老在嘛，老在你逮钱了，哈太对了，哈给对就梦，不过早那边叫来门去呗，老在好岛呢。嗯